艺术水够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做味菜，来做迄个台语话音的味菜，这是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阳所写的。题目讲做三国时代王允献貂蝉，他没有啥，要咱厝内一项家户户拢有上界平常的用品。王允献貂蝉献互啥？就是汉朝尾当道6拳，用的、穿的、食的，拢比皇帝搁较上，搁较好。当大人要用啊，民间只有税金加重，搁再加重。迄当阵有影是民不聊生。来讲有一日当道设宴，文武百官两边排伫咧做陪宾，所有青草拢捧起来。酒过三巡，当道的客囝，伊上界看中武将吕布、李凤仙行过来，喊伊讲秘密话教兄啊。但看当道头个定就讲好，你去办。结果吕布行去到大人张允成府边讲，张大人，咱少一步讲话，两个一个出去尔，当道开声就讲，即个张允同外邦要来夺我的江山，加载代志去互5里凤仙探听实情。即当阵传出去，较等下收集就捧入来，来，大家用，即个咸酱甲鱼香硬开食，要哪有人敢硬，惊得死啊！但朝中担当司徒，即个要一个王允坐在宴中眼看即种情形，迄暗前倒转到伊府内后花园，分享祈告天地，望天地就要吹白，因为百姓是苦了搁再苦，伫咧等待贵人相助。想一个点，话一个讲，结果听到讲花园中间树丛内乃凄楚楚，原来有人咧哭。王允行过去一个闪，原来是府中的歌姬貂蝉伫咧流目屎。貂蝉生作国色天香，尤其讲话阁真大班、真大方。王允真正足听痛。一个问落去，貂蝉才讲，就是小女儿唔敢讲大人，为着国事伫咧操烦。国家大事是查甫人的工课，你女流之辈，总是讲对我有一点心，啊无枉费讲我甲你当作查某囝伫咧听痛。就是大人再三伫咧甲我栽培，送我去学琴棋诗画，将我当作查某囝伫咧听痛，我则是袂当点点点。父亲，我听讲当道身躯边的勇将吕布、李凤仙骁勇善战，假使你若是将我的亲事暗中许配互伊，过来则公开将我共款引互当道做妾，我会借机会行事，煽动因两个中间的矛盾，无定到即当阵奸贼的界定。女儿，这款代志风险真悬，尤其你有成甲无成，命伫拢人的真假歹，你敢知？爹亲，你唔免惊，总是讲女儿查某人有一天，无定会当变做改变历史的人，唔是干那查甫人才有这种的气魄。何况讲吕布、李凤仙，若是真正亲像外口人所风声，风流潇洒，只是一时眼光看唔到，扶唔到主。等待当道干惨啊死，女儿亲属才来将伊，也是一件好代志。故事听来到这，咱就知，原来王允献貂蝉，正正就是要拍破当道甲吕布爸囝中间的好感情。原来就是要咱厝内上界平常用品，或者破道布，台语话音的趣味啦。